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福福。今年是第一年我去中国那边过年，就是去唱歌。然后现在小车送我去哦，他不跟我去，我就一个人去的。这是在中火车的啊，这是蒙自，中国蒙自。我去昆明那边，一个人呢，天气也挺好的哈，不是太冷，也不是，今天早太阳了，晒太阳有一点点。来这边一个人挺那个挺有意思的。大家好，我是小福福。昨天跟你们说了，就是去中国，今年就不在越南过年了，就是去中国那边过年吧。然后现在我们就开着去我朋友家那边玩，然后明天后天就是初一，过年初一喽，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吃烧烤，好无聊哎，和他们不太熟，所以呢，不想在他们那边玩好多人，不想跟他们，就是不想跟他们不知道该跟他们怎么说话，怎么聊天的。好漂亮。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福福的。现在我们在中国，就是这里是哪里？尕背花山节吗？在中国尕背花山节的。然后现在带你们去逛一下中国那边的花山节啊。找给些古莫少着，希望令彼此都故作给，古气吹的气鼓声着，我错呀，古撒我气撒我里不就我古木，古当作给了我，古有古斯古莫少，古有些，古有古，古作给古落水哈。然后现在来跳一支舞送给你们看啊！大家好，今天就是过年初3，我们要去文山那边唱歌，然后就没然后了。Hello， 我们已经到文山了，这就是文山市，好美耶！太美了吧！
山的风景哦。我觉得中国这边比越南那边好看一点，因为越南那边我都没去过好看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的。可是哪里都一样的。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初三，5月初3，我们就到文山这边的花山节，然后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中国文山的花山节啊。好，可以了。给你们看一下哦，他们文山那边的花山节，好多人啊！这边就是舞台。都是大美女的，哇塞！果然，中国美女好美哦。
我们就是刚唱歌完了，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半，快6点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找一点点东西吃，明天再去逛一天，然后后天就从这里回老街回越南了。Hello， 大家好，初三晚上，就是现在是晚上10点了。这个今天早上的舞台，然后现在我们就在这里逛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去了。然后明天然后后天就逛了一天，然后就回了越南了，回老街了。挺有意思的。这是叫什么？给你们看一下，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我咋你有点味儿没来我心情死啊。留头留眼神的，来，再来一次，准备，5、6、7，走，1、2、3、4、5、6、7、8，打开，好，然后换右脚，可以叉腰，好，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留眼神哈，好，5、6、7，回，黑色裙子没回，没有留眼神哈。回太快了，好，你们自己来一次，我给你们喊口号。我觉得这个太恐怖了，忘不了一点。哇塞！就结束了，过了完了个年，然后可能明天我就从这里回老街那边，因为7号就不是过年初7嘛，就上课，所以的话就这样结束了。你们的过了一年怎么样？天光累了，来这里吃点东西了。明年再带小瘦哥一起去哦，今年他不跟我一起来。这叫什么凉粉啊？给你们看，我觉得好辣，不知道辣不辣？这辣不辣？试一下啊。
就是有点辣。好了，走了。越南那边没有，这个越南那边没有，然后还可以。老板没整好啊？老板。等你弄好，我就先走了。不要乱说。你那真的。是那个，然后你再来了一个这个，这叫什么土豆啊？还是像？请大家给我吃哦。蒙的现在都拿到了。Lên mình nhớ tạo cho nó khó tạo cho tạo màu ra. Tao bên tao sáng sáng tao coi lấy khỏi bên tao tiền khỏi tao đi có tiền có tạo gì màu hả là.广南的花山节，可是今年广南的那个花山节都没人了，就是舞台没什么人，人太少。Hello， 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这就是光头强的家。我现在还喜欢看这电影。
情况他们不在这里，所以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去看树了。也还有，今晚我想把那个熊大、熊二都给杀了。小强在干嘛？在接电视。是晚上，就他们那边，他们那个舞台那边准备蹦迪，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看一下，然后逛一逛，然后明天回家。过完了这个年哦，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次去中国玩的话也挺有意思的，还有我觉得中国很美，人美，风景美，还有很多的，还有那个我们就是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想来中国这边，就是如果毕业的话，我不去教书的话，就想来中国这边，因为我觉得这边很好。看看有没有机会，然后去年啊，不是明年，我们可以再来这边，或者怎么样的也可以。好，到时候再说吧，带你们去那个看他们蹦迪啊。这人有比较少，确实比较少。不要这么害羞，一起过来。吃那个米线嘛，然后吃完就出发回越南了。看一下中国云南的米线，人家不放着了，太累了。现在是中午。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福福。今天就是过年初5了，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这次来中国就到这里哦，我就现在就从这里回越南啦，拜拜中国。然后明年看有没有机会再来这边玩。好，那就谢谢你们啦，我小福福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大家，谢谢。